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北京当初已经开始改建，工程开超过2亿5千万美金，未来会建作1000人大型宴会厅。检方调查艺人闪左边今仔日躯体收结卡的陈碧林，利用数位顶人到案，是暗暝4个艺人数十万交保。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新闻头起先来看台湾的查甫艺人闪左边的争议是愈假愈大条。进前陈零九为连顶人是已经被检方起诉，后来扩大调查，检方伫咧今仔日搁拘提陈碧林、邱吉凯、张思伟搁廖允杰等人到案。其中这昆达因为工课关系，所以人伫咧国外。经过讯问了后，因嘛全部拢承认当初时有用10万至30万的计数，摕到一份假影有高血压的报告来闪做兵。即马是先以35万搁50万交保。也内政部清查了后，发现有92案拢是类似的方法，利用下蛊、家族为团疾病或者是病会等等的理由来动。检方嘛查出讲，因拢是透过同一个管道来协助的。我很谢谢今天的检察官，让我直接面对我年少时候所做出的取巧荒谬的选择。简单几句话讲煞就离开，艺人陈碧林涉嫌闪做兵，经过检方询问了后，50万块交保。为什么要闪兵啊？是花了多少钱？同款互人拘提50万块交保，还有 Energy 团员张思伟、约谈名单，还有接伫金奖60得奖的棒棒糖成员廖允杰，伊是35万交保。过去年轻的时候做错的事情，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们之前有提到家族性的遗传这件事情，这还是有的吗？是有的，是有的。21个所在行动，检方亲身带队，一连约谈10个人，艺人有5人，拢是牵涉到兵役问题。不过 Energy 团员昆达因为工作关系，目前不伫台湾，伊透过经纪公司也承认15年前无想正远，错误申请免做兵，已经取消工作，提早回台。不过艺人邱杰凯有做替代役，完了涉案。你会不会觉得花了钱没有免疫，很冤大头？完全没有觉得冤大头。邱杰凯互人指控找不法集团开15万假高血压病免做兵，毋过无成功，敢若改做替代役的体位，伊嘛同意接受。其他几个艺人虽然捌讲到因为黑渔船地中海贫血这个原因免做兵，不过检方查出因找共一个不法集团付10万至30万不等，假血压无正常。花了100万元买假体检报告吗？艺人涉嫌盗兵，检方真一改搜查，艺人王大陆等人进前已经互人起诉，不过内政部清查了后，找92案加9案真共款的，检警扩大侦办，专案持续地调查。这届互人约谈的艺人，根据了解，拢有坦白承认，其中张思伟所受的相信音乐嘛发声明回应，思伟对当时做错误的选择感觉真后悔，后续会看调查结果，调整艺人的工作规划。大部分人好像都有一个假冒高血压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就他复检的时候，要来住院，带那个做24小时的检测，这样避免由枪手来代替来挂那个监测的那个仪器。盗兵的状况不断，公部长顾立雄回应，后届体检若是血压有问题，爱带院24点钟监测复检，同步加强检讨相关体位的标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来关心天气，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的大雨是落袂离。其中，这擎天岗的雨势是全台湾上济，一天就落超过400毫米。这文化大学是已经宣布改做线顶上课。另外，伫咧新北市平溪这2天的雨量嘛是超过650毫米。这10盆水墙的水是规个涨起来，连代替平溪山也因为石头放落来，所以停驶。风神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发威，十分瀑布持续受到大雨的影响，河水一波接着一波倾泻而下，整个暴涨，出现滚滚黄流。台湾版的尼加拉瓜水墙完全变款，新北10分水墙水真大，哪亲像伫冰岭，水墙下骹有一连一连的水花，看起来真壮观。强本效应一直伫落大水雨，大台北地区东北角雨势惊人。没有客人来啊。没有车子没有开啊，就是这会很大，不会讲啦，那雨量很太大了，就一直下一直下。对，都没有修。观光胜地平溪车站一个人客都无，大部分的店面铁门救落来伫休困，代替平溪线沿路部分路段出现路石、土石崩落。为22日连续2天天开的毋若铁路、山路嘛真无安全。
新北市平溪雨下了2天，山区边坡随处可见排水沟变成小瀑布，可以看到现场排水沟的水大到来不及排出，一路蔓延到马路上。另外，基隆港一只港轻游驳船风流8号，好亲像入水，船尾严重车气，险啊沉船。交通部航港局指出，早起接到通报，经过调查，这只船停航状况，船顶无污油，无人员伤亡，是毋是因为风雨影响才沉船？还搁咧调查。大水河伫双北、基隆、宜兰一直落，尤其台北市阳明山雨正大，为20日开始，2天累积雨量，经天宫累积超过870毫米，换部7站嘛超过850毫米。文化大学学生囡仔举雨伞，正歹行路。没有打了，没有打。气象署提醒，21暗时到22，上北宜兰也是要注意局部大水雨。对宜兰东边低压宽流渐渐向南徙，预估暗时宜兰北花莲地区落雨会渐渐增强。若是雨较温和，恐惊要等到拜5暗时还是拜6早起。只不过北部花莲山区也是会有局部大雨，袂使无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来看台南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热，而且一届就有2个人确诊。源头是一个为菲律宾来的移工，而这3个人拢伫咧同一个工厂，可能是群聚感染。今日卫生局除了赶紧去除药以外，嘛扩大采检接触者。透早环保人员针对户外水沟啊全面加强喷药啊，确保大家所在拢爱喷较够，要防止天狗热疫情摊开。根据疾管署20公布，台南增加2个本土个案，拢是20外岁少年仔，伫南区同一间工厂做工，研发是工会场所群聚感染。即阵患者拢伫病院治疗，病情稳定。不过这嘛显示出有本土传播的风险。2例登革热本土病例，那为南区工厂群聚。那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雇主跟仲介业者，如果移工有出现疑似登革热症状，请立即通报卫生局。如果没有通报卫生局，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台南今年头一摆出现本土天狗热确诊，隔一摆出现2个。卫生局调查发现，感染源哪像是同一个工厂，来自菲律宾9月底入境的外籍移工。卫生局已经针对工厂、宿舍甲徛家，拢完成环境消毒，嘛扩大采检174个接触者。这阵当地社区嘛提高警觉，出动人员，逐工咧清理。每一期那个症状会不一样，可是你交叉感染那个病毒交叉的话，就是会变成重症。伫工厂内底发生的，安尼但是伊的户籍都伫阮这里安尼我就这个嘛是来担起这个责任来做。礼拜一开始，阮有一个迄个区级会议这个里长有一个共识马上每一天我们连续要1个月的时间全部拢做知清的工作。因为天狗热拢伫热人，结果10月底地转好，市府嘛呼吁大家，虽然天气豆啊转凉，不过也是爱定期摒扫环境，才通防止疫情扩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过来关心国际消息，日本国会伫咧今仔日选出新的首相，确定是自民党的总裁高市早苗，伊嘛成做日本的头一位女性首相。讲到高市早苗，伊是一个介意骑重型机车，嘛真介意重金属音乐的人。不过伊无耍音乐，嘛无行别条路，煞是选择伫咧政治这条路拍拼30冬，有家己的人面甲风格，为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当中赢过其他的人，一直到这届国会选举成功选调首相，高市拢是延续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路线，所以未来无论是对中国也是美国的立场，嘛有可能拢甲安倍同款。因若对咱台湾嘛是同款的保持友好的态度。另外，高市为着要强化自民党的团结，伊嘛找苏当时甲伊竞争总裁对手林芳正，阁有小泉来做内阁，嘛甲在野党日本维新党来做联合政府。这一切看起来是拢已经安排好势啊。不过对高市来讲，其实自民党本身的支持率变低，阁有联合政府要安怎互相适应，甚至是甲外国的关系，拢是真大的挑战。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白宫当初已经开始改建，未来会建造1000人大型宴会厅，这项工程是开超过2亿5千万美金，这条费用就交予川普本人，阁有一寡捐款者共同负担。
川普面啊笑笑行入去这场15举行的盛会，贵宾有亚马逊、苹果、Meta、Google 这科技头人，也甲顾问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代表，拢总130人。这个好家人是用2.5亿美金的白宫当上改建工程幕后重要的捐款人。几天后，川普伫白宫的当天接见来访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棒球队的时阵，宣布当上改建工程已经展开。Right on the other side. You have a lot of construction going on, which you might hear periodically, but that's a knockout panel, and that goes right into the ballroom. 白宫当上本来是第一夫人办公室局面的所在地，还有接待外国政要的访客入口。伊是伫1942年小罗斯福总统时代起的。路透社报道，白宫当上下边还有一个总统紧急避难用的条布。川普会想要改建成大型宴会厅，主要是白宫内部宴客空间不足，常常被逼爱伫白宫南边草坡啊大天道。You know, we're building right behind us. We're building a ballroom. They've wanted a ballroom for 150 years, and this room holds 88 people, and the new one will hold 999 people, which is a difference. I say 999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crack 1,000. I didn't want people to get concerned. 当上的改建是美国白宫1世纪多年来上大的改建工程。伫这进前，川普已经甲长圆形办公室换修伫搁较华丽显目，搁重新铺设白宫玫瑰园。未来新打造的当上宴会厅，会当1000人入来，而且四面壁拢是防弹玻璃，空间这么大，会当伫室内举行一场总统就职典礼。川普的建筑梦阁毋若安尼，伊伫甲全美国金主参会时阵，阁展出模型，表示家己想要伫华府林肯纪念堂附近打造叫做川普凯旋门的大宫门，在无语寸笑的其中之一，比法国的凯旋门阁较大。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最近欧洲常常传出有国家互无人机入侵，大家拢认为是罗西亚咧变鬼变怪。即阵英国就宣布要授权军方，会当甲任何挖进军事基地无人机拍落来。无人机甲英军挑战者实主力战车的超音画面翕落来，但确实这架无人机是无经过授权的不明无人机，未来都毋若是互干扰信号落来，可能互敌面部队拍落来。We will always do what's needed to defend British people. And as we speak, we're developing new legal powers to bring down unidentified drones over UK military bases. 对我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波兰，到进前举行北约峰会的单位，拢先后传出不明无人机入侵的事件。相关国家讲，这后壁的中间人一定是罗西亚。另外，因为俄罗战争3冬多以来，无人机已经变作战场的重要主角。北约组织的欧洲会员即马发现讲，必须要对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加码来投资。Within months, we will establish the new UK Drone Centre, and within this Parliament, we will double investment into drones and other autonomous systems to more than £4 billion. 另外，欧盟进前嘛公布各方战备路线图，执委会讲是为了防范罗西亚破坏欧盟的卫星，所以来要建立整合欧洲各国的太空防卫。不过，即马敢若是初步想法，具体计划和预算拢还未出来。另外，就伫英国国防大臣施里公开发言进前无偌久，伫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邦的首府慕尼黑，当地机场伫即马拄过去的拜六礼拜传出有无人机入侵，互因伫暗时10点和11点，这2摆拢暂时甲机场关起来半点钟，半暝了后就恢复正常。当地警方讲，并无发现任何可疑的飞行器还是人员。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过来看 Amazon 的云端服务，伫咧中国用起，这全球有真侪网站拢袂顶袂当。官方讲，即个事故的地点是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资料中心，加在抢修了后，是已经慢慢来恢复。位伫美国维吉尼亚州阿斯本亚马逊云端运算服务 AWS 的资料中心发生故障了后，工程团队继续监控系统运作。根据追踪网站，当地提取统计有数千家用户通报异常，是去年 CrowdStrike 发生史上上大规模。IT 故障了后，规模上大的全球网络中断。And all of you using Amazon, businesses,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you've got one or several buckets, and when connections to the buckets or keys that connect buckets together or any type of plumbing associated with this may go wrong. Sometimes it's a little problem, but other times it can cascade and create a very big outage.
即摆各种影像片及各领域，为游戏平台到金融应用程式，甚至麦当劳外送系统，甲英国银行的 Apple 拢出现电锯困难。专家指出，这是 AWS 美东资料中心 USES 环路线出现异常。过去2020、2021、2023年，这个路线也捌发生类似故障。So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is kind of issue is usually relatively fast. It's not cyber related.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to note at this point. We see a lot of the word cyber or security going on in the media as well at the moment. There's no indication that this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that. This looks like a good old-fashioned technology issue. 随 AWS 甲软体 Azure、Google Cloud 高占全球云端市场，专家分析，一旦任何一个供应商出现技术异常，全球连锁会破铁死。We are so reliant now on being online, and a lot of these companies are now forcing us to do a lot of our transactions online. So they're removing other options like going into the bank to make payments. Telephony banking is also quite difficult to do nowadays. So the more the companies push us towards using the banking apps and these sort of services online, the harder it gets for us then when these apps and these services don't work. 亚马逊回应，目前大部分系统已经恢复正常，工程团队也在监控状况。专家提醒，云端和生活更加方便，因为全球伤济服务，靠少数的几间大公司一旦出问题，影响范围可能比咱想的也较大。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今年 APEC 峰会伫南韩的庆州举办，这有真峰会文化遗产嘛，有真侪外国观光客。也即阵因为 APEC 的关系，南韩政府嘛要全面提升维安的规格。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年度峰会会伫这个月底伫南韩庆州登场。宣传影片中除了有这届峰会的宣传大赛 K-pop idol GD 之外，南韩总统李在明更加有出现，打扮做天气病指挥的地勤戏剧员。古城庆州是成罗王朝的古都，有真侪佛教文物，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长期一直是学生校外教学，还是韩国历史的重要目的地。不过自从庆州接了 APEC 峰会了后，这个将传统观光古城转型做国际级的合作中心，外国观光客的比例也大大提升。 제가 체험할 때는 국내 분들이 그전 퍼센트가 90%면 외국인들은 한 10%? 지금의 같은 경우는 외국인들이 30% 정도를 차지해요. 南韩海洋警察厅队员伫庆州主要风景区普门湖4khu位加强巡逻，佮执行水下搜索。本届 APEC 峰会除了有美国总统川普会借机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之外，也包括美国 AI 晶片头人、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在内，大约2700位全球产业界领袖会参与企业领袖高峰会，所以南韩会出动上济大约18500名的警察、特勤甲海巡人员。 个部署反无人机装置、装甲车甲直升机加强演练。 해양경찰은 APEC 정상회의를 앞두고 경호안전통제단과 함께 경주, 보문호수 일대에서 테러 및 각종 불법행위 예방을 위한 집중순찰과 감시활동을 강화하고 있습니다. 除了庆州，首年也等咧各项加强安全演习。为20时开始，南韩的全国恐怖攻击警戒等级也为第1级的注意提升到第2级的戒备。另外，庆州是将等级升到第3个警报。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 镜头转来到咱国内，屏东九如有农民种出一款新品种的西瓜，叫做马卡龙西瓜。伊比咱一般看到的西瓜较细粒，而且籽嘛较少，甚至皮阁会当食，非常特别。 皮看起来深色，佮小可反光，比一般的小橘仔较细粒，切开是红肉。这是九如农民培育成功的马卡龙西瓜。果子肉看起来和大西瓜要同，不过皮薄较无籽，因为大细粒拄啊好。有民众看到就摸一粒食看卖。也有好奇，但是觉得这个拜拜刚好，一个小家庭刚好。所以它这种小颗虽小，但是它的果囊还是有那种沙子口感。 还算不错，而且甜度还够。发马卡龙西瓜的农民陈文全原本是电脑工程师，因为想要陪太太做伙照顾丈人，决定转来做事。因过拢种枣仔和青苦瓜，今年头摆挑战种马卡龙西瓜，7、8月时拄到天气歹、雨水济，种袂顺利。不过翁仔某细心照顾，逐粒西瓜用网地吊起来，落尾总算收成。因为我们第一批收果完之后，后面这边刚好遇到台风下雨，所以这边的果味就会参差不齐。 然后就持续上去了。那我们的网室是因为我们有二层架，所以我这边还可以挂果。如果是一般的温室的话，它没有这一层，所以它如果到这边没有，就是下课了。太太的娘家在这边，
然后因为我岳父前几年身体不好，所以想说不然就回来这边试看看。陈文全表示，因为西瓜种植时间较短，若销路袂歹，因会考虑搁加种。九如乡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这款马卡龙小西瓜是新发的品种，特色是用网式无毒栽培，连西瓜皮拢会使安心食落。25农会准备500斤，邀请民众来试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茄汁是东南亚国家爱用的传统调味料，主要是用细只鱼甲虾去生出来的。不过最近这几年，受到气候变迁、过度掠鱼的影响，制作茄汁主要原料料仔鱼是愈来愈少，已经严重冲击到相关的产业。成分较高，河粉、若无鱼露，就是像无灵魂共款。回文符的加减，就是传承这荷兰南同的好滋味。 Và chúng tôi cũng sinh ra và lớn lên trong cái xưởng mắm của ông bà, nên cái tình cảm về nước mắm đối với chúng tôi nó rất là đặc biệt. Tôi xem nước mắm như một cái kỷ niệm, một cái văn hóa nhiều hơn là một cái gia vị thông thường. 鱼露起源可能是中国沿海的闽南潮汕地区，后来传到东南亚了后，增加各个独特的风味。亲像在越南，伊的制作就是用烤鱼啊、甲虾啊、只海产，掺大量的盐，佮经过6个月到1年半的长时间发酵。发酵过程中，鱼仔的蛋白质会被分解，释放大量的鲜味，这是大家真爱盼开。Fish sauce, then come in as one of the foundation for flavors in Chapter. We use fish sauce again, just like any Vietnamese. We use it for sauce, we use it for dipping, and we also use it for marination. So, and the way you use fish sauce is very versatile. 不过这几年全球气候变迁，掠烤鱼的量愈来愈少。越南为鱼露大厂到老字号的鱼露品牌拢感受威胁。Do quá trình biến đổi khí hậu cũng như là cái thói quen canh tác thì hiện nay cái nguồn thủy hải sản nó ảnh hưởng cũng rất nhiều. Cái lượng cá cơm hiện nay nó cũng bị ảnh hưởng giảm sút nhiều. Chúng tôi mua cũng khó và cái giá thành nó cao hơn. Nó cũng ảnh hưởng tới cái quá trình sản xuất cũng như là cái lợi nhuận. Nên là cái ngành nghề nước mắm khi mà cá cơm lên cao quá thì nó làm cho cái sản xuất nó không còn có lợi nữa. Và do đó là nhiều hộ gia đình họ cũng nghĩ dần dần. 全球气候变迁带来烤鱼减少，除了冲击鱼露制作，伊带来连锁效应，也是全人类爱面对的。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祝你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